哇塞！你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呀？大家讲。哎靠！奇怪，我问的，不是你问的呢？问啥子？这尾巴，一条尾巴。广告多少？靠呗，文化嘞。来。下面等我想出来，靠背也无人跟我讲话，我敢想会出来？无可能啊！都在干我，这不是要互相激辩吗？怎么会是我自己想？靠呀！干，去外老学了。现在年轻人到底怎么了？干我死告诉啊！把你哥干！我这小心还没办呢。啦，实况第一功用就是分享给大家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安尼个子。第一个功用，第一个功用。像这条就不错啊，这条的尾巴我的头一盖挑的加袂歹，所以咱推荐给大家，没靠样啊。好看，没他小。哦。来。是，好吧。靠，蛋的啦，要有东西才会有回馈啊。因为我讲台语啊。今日失去以来以后，轮回流转山人阿修人。过梦有阿修人，啥想不要紧啦，免谈嘛，这赚无钱的啊，因为我讲台语啊，安尼个会使。今日失去以来期待，轮回流转山人阿修人。过梦有阿修人。你看即马讲专讲台语的人足少啦，应该是无啦，之前有一台，但是迄台即马嘛无咧开啊。伊本来就毋是想要推广台语，伊讲台语啦，应该安尼讲。还家，这是打啊！go，快给我资讯给我，就不用开台了，这个。这打啊！大小，不能进。
将心疼连环手，予我。这打啊，我很担心，我很担心那个数值。给，你先好啊，撕嘛也在，用撕的也可以啊。蛮你先跟我讲一下，谁？他一定是一个退取观众的人像的东西，都很确定啊。不必迄个人，把你，伊无账号。也是是阮好命，有缘不好万行，拢把你看。后是还记啊？希望伫倒位？希望伫倒位？啊，也错。你看他讲，哦哟，然后呢？每个人为情，梦起来假是迄个人，千里呀，怎破世间，地大天大，有缘不好办行，怎该千里马？希望伫倒位？希望伫倒位？当然，如意的代志愈做愈好，我家己的想法就是。虽然讲讲一个啦。其实是讲这一档我看过，但有一个是有足侪代是客人，但是因拢袂专攻刻意，这我是感觉就可惜无。千里呀。其实嘛，我嘛算平大个啦，我嘛无全台语啊。这点是大家拢会当看。但是大家拢看着我台讲，哦，你讲台语我无会听。哦，安尼啊。看无几分钟就讲，哎呦，你全台语我无会听，用啥讲话啊？